大家好，今日係美西時間9月24號，歡迎收睇第二期嘅馬維報，我係 Sabrina。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接近7個月之際，形勢急轉直下。俄羅斯總統普京似乎無路可退，對烏克蘭發動嘅戰爭一旦失敗，佢唔止會失去權力，甚至可能失去更多。為咗自保，普京只好鋌而走險，無論係部分動員令，定係倉促喺烏克蘭東部舉行公投，都係一個證明。然而，普京前顧問伊拉里奧諾夫就認為，促使普京作出最近幾項決定嘅因素並唔係烏克蘭嘅反攻，可能係嚟自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嘅影響。普京前顧問伊拉里奧諾夫喺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分析俄羅斯最新嘅局勢。普京徵兵公投決定都係喺9月19至21號3日時間內宣布，所有呢一啲決定都違背普京至今為止一直奉行嘅政策，亦都違背咗佢之前為人所知嘅計劃。例如所謂全民公投，原本預計喺今年嘅年底又或者明年舉行，出人意料地，克里姆林宮下令喺短短幾日內立即舉行。睇起嚟，烏克蘭喺哈爾科夫嘅反攻係導致普京嘅決定改變嘅原因，但伊拉里奧諾夫就認為，所有呢一啲決定都係喺9月19至21號3日嘅時間入面宣布。呢一個意味住克里姆林宮至少要喺之前一兩日作出呢一個決定，亦即係喺9月17同18號。到底喺呢幾日入面發生乜嘢事？根據伊拉里奧諾夫分析，呢一個期間最重要嘅事係普京由撒馬爾罕舉行嘅上合組織峰會返到莫斯科，似乎普京喺嗰度進行咗一啲交流，迫使佢作出呢一啲決定。而能夠同普京進行呢一種交流嘅唯一有影響力嘅係習近平，因此習近平似乎話俾普京知道一啲事，迫使佢扭轉對戰爭嘅態度，由根本上改變佢之前嘅全民公投、徵兵動員同核計劃。至於上合峰會，習近平對普京講咗啲乜？伊拉里奧諾夫分析，根據一啲泄露出嚟嘅信息同佢哋嘅肢體語言，唔排除呢一種嘅可能性。習近平建議佢盡快搞完烏克蘭嘅事，例如喺10月份中共召開20大之前，而唔係伴隨住俄羅斯嘅敗仗。俄羅斯打咗7個月仗，冇拎到勝利，令習近平感到尷尬，亦都令習近平喺進行自己一生中最重要嘅事時顯得軟弱。就咁樣，普京幾個月以嚟一直奉行嘅戰略發生根本性變化。喺撒馬爾罕之前，普京準備進行長期嘅消耗戰，如果有必要，要打上好幾年。過去幾日嘅決定意味住佢嘅戰略已經發生根本變化。呢一啲嘅決定唔係普京軟弱又或者失敗嘅跡象，而係佢依賴習近平嘅跡象。對於連日以嚟俄羅斯好多城市發生反戰抗議活動，呢一啲嘅抗議活動係咪會有成功嘅機會？佢就直言唔會。好多外國人總係忘記呢一個係一個極權主義政權。冇一個極權主義政權係通過和平抗議而被趕走、摧毀又或者改變，喺人類歷史上從來都冇。但佢認為普京遲早會打敗，只係我哋唔知幾時以及代價係啲乜。據法新社最新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京24號簽署俄羅斯刑法修正案，規定喺大徵兵期間投降又或者拒絕入伍作戰嘅人，可以被判處最高10年嘅監禁。而且修正案已經生效。呢一啲措施包括對士兵開小差、未經允許向敵人投降、拒絕作戰，又或者喺徵兵期間不服從命令嘅人，處以最高10年監禁。此外，為咗試圖招募更多嘅兵員，普京喺24號簽署一項法律，使外國人如果參軍，可以更加容易獲得俄羅斯公民身份。
根據喺政府法律門戶網站上公佈嘅法律，加入俄羅斯軍隊至少1年嘅外國人將能夠申請公民身份，而正常入籍通常需要喺俄羅斯境內居住5年時間。9月23號，菲律賓總統小馬科斯表示，由於菲律賓地理上靠近中國同台灣，如果台海開戰，菲律賓將不能幸免災難。喺軍事上冇能力自己打仗，必須依靠盟友。喺22號聯合國大會演講中，小馬科斯表示，菲律賓將依賴美國，堅持基於國際法秩序、自由航行同飛行，以及對海洋資源可持續性運用同發展。美國智庫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此前指出，8月初當中共因報復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而進行環台實彈軍演時，其中一個演習區域延伸至菲律賓專屬經濟區，因此台海如果爆發衝突，可能會破壞菲律賓周圍海上同空中貨物自由流動。據彭博社報導，小馬科斯喺23號接受採訪當中談到台海問題時表示，國家嘅防衛係首要嘅任務，但我哋唔能夠獨立行動。菲律賓喺軍事上冇足夠能力自己打仗，因此我哋將大部分精力放喺我哋嘅盟友同夥伴合作關係。小馬科斯當日喺亞洲協會成員發表講話時表示，大陸同台灣必須保持最大限度克制。台海若果開戰，菲律賓嘅角色備受關注。菲律賓駐美大使羅姆爾德茲喺9月初接受日經亞洲採訪時指，喺對菲律賓嘅安全好重要情況下，菲律賓會允許美軍喺台海衝突時使用該國軍事基地。佢仲話，菲律賓正係同美國談判，以增加美軍可以使用嘅軍事基地數量。據報道，羅姆爾德茲係小馬科斯嘅親戚，對佢嘅外交同安全政策具有強大嘅影響力。此外，喺6月底上任嘅小馬科斯多次強調改善同美國關係。9月22號，小馬科斯同美國總統拜登喺聯合國大會期間進行第一次面對面會談，兩個人承諾加強兩國關係，並強調對南中國海航行同飛越自由嘅支持，以回應中共喺南海挑釁行為。今個星期，芯片業傳出重磅消息，美國公司 Scivex 使用電子束光刻技術製造咗768皮米，亦即係0.7mm嘅芯片。呢一個嘅精度係遠高於 EUV 光刻系統做出嘅芯片，相當於2個直原子嘅寬度，係當前製造精度最高嘅光刻系統。據場內媒體大半導體文章報導，Scivex 推出嘅光刻系統係基於 STM 掃描隧道顯微鏡，使用嘅係 EBL 電子束光刻方式，係當前製造精度最高嘅光刻系統。製造出嚟嘅芯片主要係可以用喺量子電腦，可以製造出高精度嘅固態量子器件，以及係納米器件同材料。對量子電腦嚟講，精度非常重要。此外，呢一套最新嘅光刻系統，而且仲係可以商用。該公司已經可以接受其他人嘅訂單，機器可以喺6個月內出貨。2015年費曼獎得主、直量子計算公司首席執行官、新南威爾士大學量子計算和通訊技術中心主任 Michelle 教授指，建立一個可擴展嘅量子電腦有好多挑戰。我哋堅信要實現量子計算嘅全部潛力，需要高精度嘅製造。我哋對此感到興奮。呢一個係第一個提供原子級精密圖案嘅商業化工具。STM 光刻技術嘅發明人，2014年費曼獎嘅得主伊利諾伊大學教授都表示，到目前為止，該公司實驗室嘅技術係最先進，亦都係呢一種原子級精準光刻技術唯一商業化嘅實現。
據報道 ，HDL 係電子束光刻技術一種形式，佢通過非常簡單嘅儀器實現原子分辨率，並使用能量非常低嘅電子。傳統嘅光刻技術使用大量嘅昂貴電子光學系統同非常高嘅能量去實現小光斑尺寸，但獲得小光斑尺寸所必須嘅高能電子分散喺傳統光刻使用嘅聚合物焊接劑當中，並分散沉積嘅能量，從而形成更大嘅結構。該技術實現咗比傳統光刻更高嘅分辨率同精度。不過，雖然 EVL 嘅精度可以輕鬆超過 EUV， 但呢一種技術嘅缺點就好明顯，就係產量好低，冇辦法大規模製造芯片，只適合製造嗰一啲小批量高精度嘅芯片或者器件。指望佢取代 EUV 光刻機，目前並唔現實。日本汽車巨頭豐田汽車公司喺9月23號宣布，將結束位於俄羅斯聖彼得堡工廠嘅生產業務。呢一個意味住豐田將全面退出喺俄羅斯生產製造。據共同社報導，呢一個係第一次獲悉日本汽車巨頭退出喺俄羅斯生產嘅方案。日產汽車此前表示，聖彼得堡嘅工廠停工到9月底，後來又決定將停工期延長去到12月底。豐田汽車23號表示，儘管我哋嘅工廠準備好重新開始生產，然而6個月後，我哋仲未能夠恢復正常嘅生產活動，亦都見唔到未來可以重新恢復嘅跡象。而家必須採取行動。據俄羅斯官媒塔斯社報導，豐田汽車會履行對員工嘅社會責任，進行金錢補償、售後服務同對銷售店嘅支援，亦都將會繼續。據稱，俄國政府正係同聖彼得堡市探討豐田汽車退出後工廠舊址嘅利用方法。據了解，豐田汽車喺俄羅斯本地化生產始於07年，2021年生產大約8萬架嘅汽車。以上係今期馬維讀報嘅全部內容，多謝大家收睇，我係 Sabrina。如果你鍾意我哋嘅節目，歡迎你讚好同轉發我哋嘅影片，我哋下期節目再會。